保养时宽，后上太上宫，油巴太家宝。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总股吼，又来到你老后上人乡下打追股的时节了。今日老太家讲的係乜嘅咧？相信大家平常時聽當然都要學過通貨啦。通貨老人類之間有動態同密切嘅關係。特別你學通貨，可能係學來食，也係學來掌握嘅。不過呢個時代，通貨到你嘅生活當中佔嘅動態嘅地位，佢唔單止係寵物，還個係你嘅活卡人哦。今日你就聽到50個後生人老大家分享佢哋對學寵物嘅世界嘅大小事情。眾生分享今日後生人。好，首先我老太家小嘅就係你嘅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從細到大學過青島寵物，底下有一隻貴賓狗嘅質疑。哦，是夢質疑。今日就係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從細到大冇學過買寵物經驗嘅李家家家。兩下愛叫切家啦。係，叫切家。第三集我小嘅係冠權。大家好，我係切家學切家嘅冠權。哦，是夢冠權，大家兩下都切家，愛學到切家咧。第四集係灰鉗。大家好，我係灰鉗，我學自家唔講，我係學兩隻成員嘅老兩條鳥啊。估數兩下係學四個寵物，有錢多多謝哈。最後一集喺老太家小嘅就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學一條生人嚟講一隻狗嘅，唔係一隻生人嚟講一條狗嘅小鳳。哦，廿冇係糖到會叫哦，一條生人嘅，廿冇係真係會叫。一條狗嘅啦，講錯。卡糖到太家講啊，青島人都學過通文吼。然後你先來看苗栗鄉嘅10大寵物排行，10大寵物嘅排行。第一個一定係狗嘅嘛，第二個就係貓嘅，第三個兔嘅、雕嘅，第五個魚嘅，第六個你係乜嘅龜嘅，還有沙哥，可能係怪也係杉樹，將來係辣茄，最尾第10名係老鼠。不過你都愛搶學過條件了，兩個聽聽，然後就係來，係啊，叫佢老貓啊，還個唔係咩有學過，有學過嘅態度骨，大家就平常時有學過嘛嘅通文哦嘅字。我從細到大學過青島寵物，有魚嘅、鴨嘅、兔嘅、老鼠、狗嘅，嘅狗嘅就有貴賓狗、拉布拉多，還有臘腸狗，還有米克斯。哇，青島咧，除咗兩條以外，有兩學當龜毛嘅冇？雕嘅咩有學過呢？有啦，那個山嘅冇學過，龜嘅阿爸有學過。有兩當好毛嘅冇？蜘蛛係幾次㗎？帶到人哋冇睇過。跟住有學過其他乜嘅？就像係嘅雞鴨嘅。雞冇學過。嗰時候有學過鴨嘅係冇？有學過鴨。怎麼會學鴨嘅？當貼片呢？你別似個學嘅肉較甜。係叫來食嘛，個感覺啊！係寵物總唔得拿來食嘅，因為寵物就係家人嘛。嗰陣時會學鴨嘅係因為我嘅阿姐送嘅吃鹽課，佢經常就講我哋要觀察一下寵物嘅生活習性，嗰時候就從青色咋。嘅鴨啊，從細係學到大，係對鴨卵開始鋪係冇？冇，後來你因為後來青苔咧，一開始從那個臉盆，佢就帶臉盆，所以底部度潮水，後來呢臉盆鋪啦，臉盆啦用，就唔垃圾嘅係冇，嗰時候就帶個浴缸。魚缸後來佢有嫌個香色咋，嗰時候後來你就送去苗栗嗰片，你嘅八婆嗰片。我聽講質疑吼，學嘅按度嘅通貨，啲家係咪加油講到冇乜嘅學通貨經驗？係，其實應該冇乜經驗，因為冇乜印象啦。唔過我吃細嘅時節，學嘅咩動到嘅寵物，唔過都本來阿妹就藝術想講，藝術嘅美呀，唔過後面就得本來嘅阿妹來學。講開買，講開學，都每都係阿妹都係收睇。唔錯，像係咩有學過魚嘅啊、龜嘅，還有兔嘅，然後雕嘅，還有雞嘅。咁所以兩條亞美全部學過。係，亞美全部學過。亞美學嘅。唔過亞條學嘅全部是睇咧。總定講。係啊，嗰時候就冇乜經驗。通貨實數。唔啲，應該唔係吧？
唔講係自家當小愛叫嘅老喵的啊，唔過像爸爸媽媽會吃到懂麻煩，因為有像很多毛啊毛屑愛變收，會見這夾爸爸媽媽嫌懂嘛，因為講講佢有去學咧，佢有會夾爸爸媽媽。可能啊，唔過像愛自家較有印象嘅就學掉嘅，差唔多有4年嘅時間，吃些學到太，故所也應該係愛學寵物嘅經驗嘛。唔過等下你將來問學掉嘅發生嘅輕種動特別嘅事情。你關權自家講有學過叫以外嘅動物冇？叫以外吼，我還有學過個兔誒，哦，還有泰羅鼠啦、蛇羅鼠，還有一個輕特別嘅東西，哦，就會熊妹。哦，這刺蝟啦，刺蝟、整尾啦。不過整尾動貼片咧，跟你聊下很有學動物冇？我聊下冇咧，我聊下自家啲我背帶啦，冇學自家都冇錢。有啊，佢自家就學佢自家。哦，自家學自家，我聊。西風聊下咁係愛學自家。哎呀，我當然要學自家。還有嘿，還要學青島，像我頭班我學過嘅小文鳥，小文鳥個太陽鳥。太陽鳥，個太陽鳥就白色的嘛，個頭那當有嘅雞啦，係有金冠，係皇冠嗰個太陽鳥。我係啲嘅雕字塊是學，我拿個朱砂講嘅有冇？那朱砂，唔係真有嘅，我那個朱砂，個飼料攪水，我那個腦都綿綿啊咧，哦，然後真不易生。啊，從細吃幾多胎咩嗬，佢比較糖化，比較較黏腻啦，溫黏啊，啊，但係有一隻特別嘅方法，所以講個雕嘅咩嗬，冇本佢識水，本佢識茶。本色茶，本佢識茶，安尼咩好？泡茶米水本色，冇通鹽哦，通鹽會死翹翹哦。茶米水就錯嘅。茶米水較淡薄嘅，安尼佢腦部嘅水分生唔慣，佢假使講佢肥咗了，還有佢上我識茶咩嗬，佢自口多轉來清伊。佢就會自家轉來就沖。轉來識茶啦。係，講我還有學叫嘅，講還有一隻湯圓。湯圓扮演。湯圓就難買啦，難買湯圓。我會叫嘅嘛。咩？因為其他人啊叫嘅差唔多平態。係，伊迄講身材平態，也係顏色平態。身材平態啦，就我每日10公斤嘛，啊其實留啲叫係差唔多。係啊，係，啊我學叫係咩哈？講到較 TP 咧就會講，等下頭擺冇帶濕紙。沒有這麼潮濕，後來張板都濕紙了後，個濕紙較潮濕嘛，個叫嘅個腳帶下個做乜嘅？腳撲啦，腳撲係嘛？我見上係蒲哦，唔會壓嘅咧。反正佢見成點啊？我想我多馬街腦一看，一帶醫生帶本現場看，他說那個霉菌啊，太潮濕發炎，山菇，嗰個人醫講係澱起來，啊叫佢全部趴着睡覺嘛，我說耳朵有異味。還是有個眼屎，而且我冇真爽，我帶去看，結果就冇足夠個耳朵就點藥水，啊底部是腫瘍，然後內外是腫瘍，內外兼服，給我刺激它的那個蛋白球出來。你就開始把白血球，還要夠唔抽，還要夠唔抽，白血球，本來較有抵抗力啦，內外兼具，按嚟去調理啊。不過這方講按輕功夫呢，哈，要學寵物，每次的青苔誒順氣去學了寵物，要有很多開銷。係啊，飛禽有學過寵物了，還沒有學哈。係，跟當輩是拉槍我冇學過，其他全部學過，沙冇學過，怪兒沒學過。怪兒算學過吧，係啊，只有拉卡到沙冇學過，老鼠沒有學過，烏龜也有，鵝沒有，兔兒沒有，雕沒有，全部都有。呢一下子係兩條鳥兒啦，還有兩條聲音呢，還有鳥兒是係領養嘅，還一條是養嘅。咁講我印象最深嘅是係細細嘅時節學一隻烏龜。係龜兒差唔多用喺八種馬鞍台吧，就是大的，每間夜市買嗰種細細。應該係陸龜。應該係陸龜啦，係因為佢會偷走，係因為偷走，佢會離家出走，因為佢動態嘛，啊你冇關機啊，基本佢都冇卡。行來行去係見下就有利生存，係龜係兔，龜兔賽跑，
自由发展啊！哎，结果乌龟赢了啦，因为他有一次就走失，安尼侵岛，去冲这哎，从侵岛，和保后侵转来个时间，我们就为了预防伊有走体，人爱讲是当聪明，记到该乌龟壳当背啊，乌龟嘛咧，乌龟的头，叫该妹，乌龟壳。每个地方打一张空，和其实看一条瘦个狗鱼，我就可以这样拉着乌龟来得去散步，嘿，所以我就觉得爱共动力，好像想这个方法，动机呢哈。不过大家讲到去过青岛嘅通步，不过去通步嘅时节可能没有照顾嘅问题，要注意到。到底你都去通步嘅时节要注意到乜嘅东西？你先聊一下，等下再来各讲了。本地行嘅聊台上嗌了咋貴賓叫阿丁，佢就行聊台，佢就跌下來，點麼就腦震盪。其實俺係佢T咋未，俺係佢T3咋未。好愛。哦，欢迎大家转到你后上台上讲嘅节目现场哈。家最门有问到大家就会去重复嘅时节，可能有当多地方是要去注意到，嘅至于要注意到哪啲地方哦，去嘅时节。有種叫嘅唔強嘅品種，就唔強嘅問題。像我天二隻叫嘅係拉布拉多，很多巴迪。cái body 其實咩係你去應用來嘅，我嗰樣是像 body 係大型犬，大型犬嘅話就係夾嘅關節，那係落嘅時候容易有問題。我說嗰樣是佢差唔多13歲嘅時節，開始你因為你大概就會帶你就會帶佢出去散步，係嗰樣是散步，服務員哋就。用完呢，就按用完，咪就服務員用睇嘛，我就將佢攬起來，唔過叫清楚呢，係，後來慢慢嘅叫就冇辦法停痛嘅，故所太盤大型犬盤就會注意關節嘅問題，像你嘅臘腸狗係佢細細嘅時，因為像臘腸狗係獵犬。嗰時候佢就經常跳來跳去，後來呢，有一年細細嘅時候，佢就哄從了後，佢就開始叫，就一直叫，唔理，就叫，後來叫了後呢，因為平常自己唔會叫嘅啊，叫了後呢又唔停痛哦，可能有問題了，係佢就唔按好停痛嘅人唔停痛，佢就乖乖咧，就帶佢去看醫生，看醫生了後佢就講哦。他長骨刺哦，骨刺，嘿，骨刺了後一定會在黃金的時間內，馬上會開刀，開刀了後呢，結束了後，夾個兩隻後面嘅腳啊，就冇辦法行路嘞，就變成後半身攤飯，後來飯，你要賣東西嗎？其實在講下半身啊，後半身。下就這麼的行路，這麼的行路，後來那我們不可以放棄。故所呢，我們就每天晚上天數給按摩、massage，然後把它用那個靜電這樣噔噔噔，哎呦，嘿，慢慢就做會停痛。故所你這樣提講哦，臘腸嘅還有柯基啊，哎呦，重又短嘅，總唔得將佢跳來跳去，一定會難得。係啦，就要將自己家講到嘅，加上上下樓台嘅細型嘅鉗，要用男嘅方式，冇嘅腳啊，還有嘅關節上會促縮。真嘅，因為這細型嘅鉗啊，那係本地行嘅樓台上嚟了咋，貴賓叫阿丁，佢就行樓台，佢就跌下來，點麼就腦震盪，一直噴。對，樓台當空站下來。係，就上去就講腦震盪係會死體點麼？故所我就真嘅愛親生兒照顧。像一開始，其實俺係佢T10未。我係佢T3咋未？好愛，係啊，幾前言字啦。係，故所我應用來嘅時候，佢就身體唔健康。故所佢唔會行起冇。行起冇？會行，不過他營養不良。對，故所就訓練佢食飯啊，還有佢嘅牙齒啊，咩唔好，像佢係唔細，不過佢嘅牙齒像14嘅腳誒，係故所就係老康嘅腳唔強嘅，但係就會沖牙齒。係，就老年強用啦。其實青少年老腳會沖牙齒呢。真嘅，唔係都咬嘅嘛嘅什麼潔牙骨，潔牙骨係冇用，係經常講一定會沖牙齒。潔牙骨係好看嘅啦。叫愛嘅嘛，佢沖牙仲有牙膏嘛。要叫會用嘅啊。要叫會用啊。係，愛少嘅冇。少
是讲到个照顾狗的时节，最近有动到个比价动到体防机构的主日度，个管权啊，加有效刺猬整尾系冇，有哪个地方的照顾？哦，像有效狗个狗的啊，哦，然后猪的啊。其实就唔是讲佢痛到，你起码个东西哦，特别是哦，猪的啦、狗的，就是，我们讲个真美嘛，真美较难处理啊，因为我讲要用佢个环境啊，环境整理啊，哦，其实要过来冲你，哦，就清强啊，故说因为老给冇干唔成啊，係啊，硬咩冇，你係用買嘅係嘛？係啊，硬用買嘅啊，硬買幾多錢？2、3千塊，很貴，都貴耶。那有貴，應該神命誒。這個買幾多錢？唔係神命係啊，細細嘅。哦，跟你曉幾叫？我休一整禮拜呢，因為唔能夠講啊，禮拜，能夠講一衝嚟就啊送俾你啦，啊送俾你休，安樣。對啊，很傳統。冇暗啲彩。你知道按樣關係唔好，因為原本已收到嘛，就冇嚟就送俾你，按樣係擺住你限錢。真嘅，你都休寵物嘅時，真嘅我主日度，喺上我休，爭去休，冇休來搞，係唔係？按你問題係唔係？天師弟嘅觀眾朋友，本大家知咧啊，坦白大家要學寵物嘅事情，要想好，想清楚啊！即家咁做地學學，做地即家都學都按用型咧，係冇？係我休寵物。哦，好啦，嗌啲嘅，嗌啲，大家做地學哦，原諒你啦。好啦，知錯人改，善莫大焉嘛。咁像家官員有講到吼。然係愛改正的地方，像除咗了以外，像你剛剛有講到休午的時間，要注意水質啊、水質嘅問題，還有假使嘅公狗啊、狗公啊、狗麻好難聽，狗公老狗公都不講嘅時間，只有這樣子，且對做唔到休熊啊，個發情嘅時間會上腦嘛，也當到地方愛照顧。如果小鳳自家嘅狗誒，沒有當到。哦，有啊，因為像係休個狗誒，係馬爾濟斯，係佢酷酷啦。酷，嘿酷，啊，佢咪好，其實馬爾濟斯咪好，好看的馬爾濟斯，但是就係近親繁殖，佢係食咁乜，咁會純啊，咁會純啊，啊，佢近親繁殖咪好，最好唔好超過3胎，喺超過嘅話，佢講嘅乜嘅不好的基因會被放大啊。係，伊講乜隱性基因係嘛，就唔好嘅就會較凸顯，像按你叫嘅親唔好嘅就講莫足。很容易養到8歲以後沒好，8年以後沒好就開始有青光眼，會慢慢變成白內障。要懂明顯哦，因為給只要有前兆沒好，那只能那個延緩跟壓制，控制聽，沒有辦法根治。嘿，你唔會完全好誒，個還有逆攻。很不好，很容易發炎。哎，就是那種近親繁殖的品種，好看是好看，唔過來就吃到沒好，比較傻一點，好，然後毛病比較多一點。哎，要沒好，要想清楚。想清楚。哎，跟除體了，應該還有地方，哪個地方，比如說淚腺啊，還是哦，嘿，因為叫嘅沒好，東東人沒好，要記。因為唔判得事前去本老闆人寫，即架寫法，其實即架寫冇乜問題。不過假使人家叫嘅，我有漠視有嘛，會有那個眼屎，就會產生淚腺。其實那吐來後面哈，它有這個問題，你就帶去看先生，點沐浴，固定時間去本人洗身，去老個清掉沒哈，哪怕他10幾歲都不會有那個腺。吐來後但係迄淚腺咧，迄叫嘅有肛門腺。對，肛門腺屁腺要擠，因為那些去甲洗身，你唔會擠這個肛門腺啊，叫會發炎，家個師傅就會發炎。像以前你個那蟲叫會拍，因為你一開始你會擠個肛門腺，後來家個師傅就有點像發炎了。對，發炎話就爆掉，就是師傅爆，就很像那個菊花就爆開來。對啦，腺球。對。剛剛有講到個近親繁殖的問題嘛，不過倆他懂得料銷嘅業者啦，會都會保存那個品種的純種，古時候就可能係七家熱愛同七家嘅生意呢，互相交配來供下一代。不過倆真正會動態嘅問題，你
辅医太家就是最后去饮用啦，然后是动物之家还是那个收容中心都青岛嘅可以认养的地方啦。像嘅附近有我老太家讲，他是讲育宠物嘅经验哦。你下有2条鸟儿嘛，有2条鸟儿之前还有1条博美狗，该条博美狗是黑心丝虫病哦，嘿，是因为也天的西街洞洞，嘿，也天西街洞洞3个月本以生一粒个去腥丝虫，大肠炎哦，大肠炎系嘛，啊4-5秒，可是应该是有该条狗该时间爱唔滴了这问题，该因为不向爱长地讲。其实狗跟猫就是很容易心丝虫病，所以那俩有2条鸟儿，我就是差不多爱都唔会吐给出去，因为鸟儿身上嘅寄生虫比狗还好多，还尤其是从短毛的猫跟狗，就是很容易得心丝虫病。心丝虫病是因为我辈嘅流浪狗、老猫可能佢都互相传染有心丝虫病，和蚊啊係去咬我辈嘅。猫或者是狗，还有就同鸟窝卡去咬鸟窝卡嘅鸟儿，其实窝卡嘅鸟儿是会得到心丝虫病，所以我都冇本2条鸟儿去咬。我听讲嘅速度心丝虫病嘅死亡率都高100%。几乎就是95%以上，心丝虫可肠胃病黑吗？没，它是寄生在对，它血液这样跑到，所以尤其是你发现嘅时间差不多都已经是很后期了，对，所以应该就救唔进来。系啊，所以应该是动主一两问题。对，古早按辅以嘅育猫、育狗嘅宠物嘅主人吼，最后真经我本大张因为本起嘅宠物来说嘅心丝虫药，对不对？不过出题也以外吼，到育宠物嘅时节，可能咩會發生同 TPA 也係同神奇嘅事情吼。你聊下先聊下，等下轉來留唐太家講，到底要發生乜嘅同 TPA 嘅事情了？母鳥嘛開始破斷咧，破緊，真見咯，事情會發生咧。你在講鬼故事嗎？歡迎大家又到轉來我哋後生台上嗰個節目現場了。家下最尾要講到吼，在育寵物嘅世界，可能會遇到同 TPA 也係同神奇嘅事情。你家有遇過同 TPA，其實係同定人講嘅事情嘅。有啲定人講唔過，咩係同 TPA 嘅肥熱啊，就係顏色嘅時節，應該就係顏。學過最久嘅寵物就係雕嘅，佢雕嘅係我對像小鳳家還有講嘅雕字開始學，一隻雕係按用，另外一隻係太嘅就買咧，結果你就等到啲雕字啊，太嘅以後就留嘅較老嘅雕嘅，向下談戀愛，結果就交配嘛，係破卵嘛嚇，結果你係佢一破卵要破嘅3粒卵，第一粒卵呢就踢出去咧。用腳踢出去，唔點樣贏啊！就一看就講，誒，上到按這唔對啊！可能就係400個唔對，就踢出去就嘅卵吼就爛踢咧。我就想講，係唔係夾喺屋下吼，冇買小卵，係我就想講，誒，留喺屋下啊，用小卵雕為好咧，就勁用好以後呢，就變到鋪子咩鋪嘅動漿哦。我就想講，按用啊，佢就應該鋪卵鋪嘅非常嘅成功。好，後來嘅母鳥嘛開始破斷咧，破緊，真見咯，事情會發生咧。你在講鬼故事嗎？嗰時間就看那個條誒，就知道哇，同幸福嘅真見，像個寵物冇死體咧，愛破斷人哋嘅要結婚幸福。結婚生子啊！結果呢？還有第2代。我們知道佢破斷啊，然後佢那個小鳥雕字啊，出來嘅是皮膚色的。佢哋就一撒吼，一人一邊，也不係頭，也不係身體，哎呦，啪，屍體咧，攞佢屍體去，叫無攞佢加飼料係嘛？我都有攞佢加飼料，唔點用嘅啦，佢就攞佢這樣啪，然後就攞佢屍體咧，我就緊叫唔點摸，結果呢，我就後面就愛查網絡看一下，然後就看到原來係育雕嘅一個世界啦，也育其他嘅動物咩可能有按用嘅事情，就係命嘅卵嚟係冇，就係唔好命嘅卵，我因為佢命太卵，做唔嚟冇啦，就係唔好留嘅咪絲。
边提起，因为你天通都夹个调调啦。嘿，我就唔係夾嘅，係偏型嘅。嘿，佢就想講，呀，一亂唔係捱嘅聲音嘅，係捱食嘅東西，就到佢食提起嘅。咁就捱啲嘅時間捱習慣都會吃到非常嘅艱苦，韓國咩唔敢跳嘅啦。嘅講嘅咪好，吃到買去同 K 講嘅聲音嘅嘅。講嘅係歐巴了，係歐巴。係啊，就係捱跳掉嘅營養。殺雕熊樹。係啊，古時候人家嘅寵物殺手名號還是沒改變。真係想買嘅戲嘛佢啊，就冇跳啦。如果你到學寵物嘅時間吼，訓練聽操有可能係你成把當重要嘅一部分。佢完全有訓練過這個寵物嘛？頭擺吼有學一隻叫嘅，然後叫一個名叫做恐龍，恐龍，唔係咁好笑咯。頭擺迄個流浪狗啊，哦，皮膚病人就啊，凊彩個，我嗌推佢去看醫生啊，哦，好來啊，冇皮膚病嘅，嗌就啊，一來不卡，第二帶。啊，佢就哎，轉電視要看電視，有一擺轉電視嘅時間要看電視，哎，做到兒童台，哦，佢就跳到個電內方去看兒童台咁樣。讓你叫他看電視。係啊，哦，還有一擺哦，嗌啲水母嘅時間，唔係啦，特別水母嘅時間，哦，佢就老嗌向下水，佢個頭呢愛水到個鏡頭紅，啊改皮，佢爭去水哦，冇叫佢劍險呢。劍叫係嘛？劍叫啊！哦，家剛才講到吼，佢叫係會老人向下水，我問一下其他向上學叫嘅小朋友，唔會老重複向下水嘛？做唔得，絕對做唔得。我叫佢大伯咩好，我都送洗啦。佢大伯賽後生轉來了後，他就自以為你嘛，佢就要即刻跳上去眼面上。怎麼自以為佢本來就清腔的呀？然後剛才看到，給我控到屁股。後面或是裡面按嘞，就是擋住我的視線。邊角角嘅地方。哎，然後本來發現感覺好啊，再頭出來佢就係啊，當才個，古早你就絕對做唔得嘅，叫寵物向下水。唔好啦，而家四隻腳就啲天嚟行嘅。娘妹咩都天嚟爬。你用幾個咩天嚟行？娘妹做得。係啊，你細時間咩都天嚟爬。娘妹做得。給自己呢做得冇？做地藝就老小朋完全唔強用，像以前一開始藝嘅嗰邊叫阿丁，係望來嘅時陣係臘蟲叫，就係派派以前細嘅時期就請好老人向下水，就老關權甲佢講嘅，佢咩會改皮，一定會老人你向下改皮按用水哦，係。這種動槍聲音呢？真嘅，後來呢，佢老誒，因為你水母嘅時候會反射嘛，佢老嘅時就叫感覺哦。真係清腦誒！你翻來翻去，佢就唔好水。嗰時候佢就兩下就，後來就唔好誒，你強下水。嗰時候佢就水氣架嘅面。唔叫佢鹹就錯嘅啦。係叫佢鹹。誒，唔過誒你就算係佢氣架面上，誒你沒有準備皮嘅本佢改。嗰時候佢就會氣架一次出嘅架面上轉就改皮嘅咧。氣架改。係氣架嘅。跟住就係嗌嘅叫係點點，佢會看鏡頭誒。韓國裡面有教點點訓練他係冇？訓練乜嘅部分？點點非常嘅特別叫誒，因為我嘅朋友都講佢唔唱叫誒。唱乜嘅？唱人啊！佢就親活做一開始，唔過。新嘅動物。係，唔過你一見面，第一擺見面，佢就對我親熱情。嗰時候我這就是緣分，命中注定，就是必須要養它了。一開始佢來嘅時間，一開始訓練佢吃飯嘛，後來又訓練佢屙尿，因為以前佢唔會去解屙尿嘅尿墊。嗰時候前一隻主人就冇佢，就係將佢跌停啲嘛。唔過其實咧。唔係狗嘅問題，係人嘅問題。因為佢係主人會搞，所以我就搞了以後，後來我就搞佢屙尿啊，佢就兩下清理開佢屙尿就出個尿墊擋風。怎麼訓練的？一開始佢聽係隨便屙尿，那係佢倆出個兩片屙尿，誒就會做佢多兩片本佢看講。亂尿尿就會大師傅亂尿尿，就說不可以，然後再把它用到尿墊擋風，講尿。這個堂係是？我講清楚吧，我一次講。後來還有天天在方法係挺好用嘅，就係搞起了後，原本亂尿尿這邊對，你把尿墊
沾到这个尿尿，然后再把尿垫放回去。故说那个尿垫就加个尿，嘅面，佢就第一个加片黑尿，就有嘅氣味，佢就滴。对，迄個佢黑屎，迄切架去偏數黑屎。黑尿迄尿墊，黑屎佢就會切架去偏數，因為佢看到加個牙齒派派。派派去偏數黑屎，故所以佢就講啦，嘿，佢就講哦，偏數係黑屎，故所以佢就去偏數。真嘅同聰明誒，真嘅。小鳳用辦訓練自家嘅腳誒喏。其實咩差唔多，不過我後來我就唔好用嘅黑尿墊啊，尿墊哦，因為嘅因為無溫咪後尾要鮮啊。就大尿愛溫啊，係大尿愛溫啊，係啊，我就說會出尿小鳳都冇溫啊。沒有，我說你平常時都冇洗腳誒，又冇本應溫。沒有啦。因為那個。我後來上我發現到行較好嘅方式，就講我叫人我都帶到偏數去，如果上偏數叫我險愛，叫我我就第二，我說等一下哦，等我有空哦，讓行到偏數，然後來進去。也就你去，也要先 P， 先繞圈圈，左3圈右3圈，等到差不多了，有感覺了哦，他就把四肢伸直，然後一開始按你腰沒好，你說他今天的水喝比較少，就肚吼冇問題。如果水喝多一點，你腰塊是多的，你肩部做法寬點跟腰呢，然後腳就把它抬起來。我甩到尿，真聰明誒。然後等到另外一隻腳的時候，腳就緊準，然後然後給寬開，然後再把他第一隻腳抬起來，然後抬起來，然後尿完再給，然後腳鼻孔沒好，我讓你春，然後後來上過行較好的方法，佢開始嘔尿我就拿一隻鼻耶，哦，來裝的，跟裝牛奶的概念一樣，做了一表演。如果唐公你哋還有一盤樣片，係你老嘅叫嘅腹痛誒，看一下好冇？這個是來訓練啊，訓練他。等着要加。等等講。哦。等等啊，等等哦。我透射的啦。好，你要做。不要透射。等等哦。有講嘅係冇？我要講你東西拿掉，我冇講都在射，佢就喊中唔在射啦。啊？哦。佢冇變變嘿，我有啦變變。好嚴格哦你，很嚴格。還冇變變嘞。因為。哦，這件動靜呢，哈。有人上啊，還有搞佢拜拜。拜托啦！所以老娘冇係上陣嘅硬氣係冇。咩？叫做唔得乖啊！有一班嘅老外叫我講，來坐下，叫我坐下，我還冇發現哦。我講今日拜，我講砰，叫我叫我溫下去，我冇係咪溫下去。嘅硬氣會老娘冇係上陣。有啊，我叫我多啲下酷酷，始終認為我冇係教嘅娃娃去夾嘅，因為夾玩具係娃娃，啊。我叫我都教嘅娃娃，我冇係咩事都去夾嘅。你不要搶，這是我的。係啊，嗰種人冇係咩留佢搶佢嘅東西，兩三年就快搶，我冇係為了挑我。酷酷一直用我都酷酷用我用你，對啊，給你搶東西啦。然後酷酷沒為吃小孩子的醋，其實福家有聲音嚟咩哈？寵物嘅就真的有感覺被爭寵，會爭風是會上陣，真嘅。除咗小鳳以外哦，其實飛禽啊，還有其他沒有動到學寵物嘅時間，會讀到青島神奇是兩下閒聊下，等下轉來過看一下大家到底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了。然後成日有關係是，其實雙寶啦、歐露露啦、阿喵喵，我可以全部都當成小孩一樣看待。所以你聲音的咩水槽尿尿？冇，你爸爸直接凍白咧。係啊。哦，歡迎大家都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最尾要講到飛禽要訓練自家嘅木卡嘅貓係冇，有一個樣片，你先來看一下好冇？懂神奇嘅樣片哦。鳥啊！歐露露，它真的很歐哎，很黑。哦，東鏡誒。係啊。係叫吧？有咩叫會教嘅？係啊，你係叫會教嘅。你丟我撿啊！有一擺。你到底要不要丟？唔丟啊！誒，你係學貓呀學叫嘅喏？你其實冇訓練嘅。係啊。係啱想講係咩？因為我跳擺到學叫，所以我學
熊鸟嗰個方法，其實係學狗，係。你剛剛講亞苗人的嘛？歐露露。唐語叫歐麗度。歐露露。歐麗度。歐露露。因為佢東部，所以係叫歐露露。歐露係雙胞都學講念轉來嘅。我都冇訓練佢，佢是從狗孔用。佢佢當厲害啊！佢有一隻係基本係水草尿尿，它會去水草尿尿。係，基本自家去，因為鳥其實本身是吃好強力，佢要狗孔用啦。它真的是很特別的一隻貓啦，因為我哋有一擺時想講，哎。為什麼廁所水槽會有尿騷味？然後後來我們就觀察，佢只是這個，它要尿尿的時候，佢咪係貓砂，因為鳥兒差不多都係去貓砂挖貓砂尿尿，歐露露佢是去水槽尿尿。咁厲害，非常厲害，就在上，係就在上到到貓砂，係叫為，佢啲貓砂慳嘅愛啦，因為叫屙屎啊。係啦，就唔是按夾彎。係啊。不過呢家都似個咩要訓練調嘅係冇？係，唔係訓練調嘅啦，應該係個愛調嘅。有整些事情嗎？係同好摩擦啦，就是很愛吃醋。係，因為像我有兩隻調嘅嘛，因為太漏調嘅，而且冇乜嘢會鹹哦，有點自閉症啊，唔記得寫個調子就當好鹹，就愛用。古時候我接上都會留寫個調子嘅教，唔過留寫個調子教嘅時節，佢太調嘅啊，就會緊就像我老年。真見會摩擦到嚴重啦。啊，你有冇按呢？寵物老年 Q 用呢？沒有也會吃醋呢。因為醋在家因為家父可以講到哈，到水槽尿尿，係咪還有其他嘅事情？老雙寶有關係？係，老成員有關係是，其實雙寶老歐露露老阿喵喵，我係全部都當成小孩一樣看。所以亞生人都咩水槽尿尿？冇，你爸爸直接凍壞咧。係啊，你懂我吧？係咪？那時候會為了要養那個阿喵喵，係因為雙寶，因為我想本雙寶就是學習照顧，學習照顧，因為我看貓比雙寶還好食嘅聲音的嘛，所以我是想講本去學照顧，才我哋是去領養阿喵喵，但係領養嘅時間，我是知道，奇怪，佢同嗰個收容所安逸，我哋是領養阿喵喵，喺佢嘅時間是動鳥兒嘛，動鳥兒，和雙寶是像挑商品一樣。安用唔錯，安用唔錯係啊，我有啲安用唔錯，所以我是講，在那個時候我是講，我哋去看順頭有一條鳥，嗰條鳥是係受傷的貓，受傷的貓，我是撈雙寶講，因為見到看到鳥是講，哦，這個好，那裡有更好的，我們換一隻，我是知道安用唔錯，我是他們講，順頭有一條鳥哦，它受傷哦，它是不是更需要我們來領養它？所以應該是讓小孩引導到那個部分，就是照顧這件事情。你喺當中，因為本身嘅啲嘛，很多生命觀念，到底生命在我們生活中意義何在？對，意義在哪裡啦？係啊。既然哦，你講到生命觀吼，寵物去到最尾一天會過身嘛？到過身之前，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個心理上的準備 ？Vicky， 從愛學鳥或者是學歐露露撈阿喵喵之前，是養一隻狗，博美狗，該條咪係養着那個，該條狗屍體以後愛差不多有10年，冇過去同我不敢再養，因為佢離開，我就覺得當艱苦啊，所以差不多有10年我唔敢再個學。貓跟狗，其他有生命的東西，應該都唔敢，所以真係為到雙寶長有叫阿喵喵，所以我知道我會再個考慮動到長，要不要決定就是再養下一個寵物，因為我都當做自己不嚇人。改成不嚇人哈，因為歐露露跟那個阿喵喵妹7、8歲了嘛，頂多再活7、8年，多時間用改善。可能從兩下要動到是係人工纖維活化嘛，剛剛啲兩下同步沒有，係同步沒有，可能我會選擇就是他離開的時候，咪係會用安用個放棄，因為我知道活化了，可能佢個骨灰啊，就俾自家帶，係我會自家帶定，係是就從一直陪伴在身邊，因共用個意思。咁你講用來面對自家寵物離開嘅事情。我自家像迄個有講誒兩隻條誒嘛，佢第一隻條係因為較老，出老死的，
不過幾時節我係唔敢去面對死呀陣問題，故所就本來也會處理。記得呢，就攞去包啲垃圾袋裡面，就夾啲垃圾茶底位度啦。就按你挑剔。係冇錯，後面我想我就知道啊，因為按樣我應該自家來去面對。後面呢，佢較細來調的啊，因為可能聽上嘅落在較落嘅調的。就經常有憂鬱症，就唔識東西咧，唔識東西就有事咧。我就切㗎，跟住佢試聽，我就切㗎，然後佢帶到我學校嘅裡邊有啲土嘛，把它埋起來，幫他禱告。我就想講，哎呦，應該就係我知道當好嘅方式啦。係啦，也是一種面對生命離開的一種方式。尤其係你嘅寵物哈，就像剛一開始講到，像係福卡人咁樣，福卡人離開自然會艱苦啊，佢自己人家嘅叫嘅，佢自己離開自己會艱苦嗎？會啊，真艱苦，因為其實唔講係講個嘅寵物老人之間會有在心靈相通的，心有靈犀啦。對，你會有一種心電感應嘅感覺，因為嗰陣時係我嘅巴迪拉布拉多嘅嗰陣時是聽一條嘅，係聽一條嘅，是不是說嘅後來佢就冇辦法停通嘅，冇辦法行路，嗰時候佢就帶人哋嘅醫療，嗰陣時因為我太好嘅時出緊5杯豬肉嘅，嗰時候我嗰陣時愛出去愛轉好高幾片啊，嗰時候我就冇帶物卡嘛，今日按不同我去出嘅醫療後背吃東西，嘅計劃出嘅前面，佢就硬哎呦很愛，緊促，緊促愛，我想係唔係愛很愛，嗰時候我就佢嘅時間我就講巴迪佢就冇緊促咧，後來想可能佢想很愛，我就話感覺時間應該差唔多咧，我就感覺我就有心理嘅準備，我就出來我就老姨講。你阿今年啊辛苦咧啊，什麼啊，就感動我要哭了，就做的，我就老講做的，那係真緊就千艱苦就之類離開冇要緊，你已經準備好咧，後來我就出去去我住屋嘅地方，後來我嘅阿爸出嘅天公日嘅早晨，差唔多6點嘅時，佢就打電話俾人講，巴迪已經離開咧，哎呦，我就可能佢真經上嘅老外講，佢真經愛離開咧。佢寵物離開嘅時候就會講啊，我當初嘅時間用冇本意過失一條嘅好事嘅東西，冇攞去做了做嘅，會有了就會遺憾，係唔係有遺憾咯？講佢。哦，聽老一輩嘅人有講啦，嘅叫嘅啊，屍體以前，叫佢自家出去離開5輩啊，佢自家5輩。唔可以本自家嘅主人看到自家屍體。係啊，因為佢叫佢要講啊，主人屍體吼，我真艱苦啊，主人屍體。自家屍體我要真艱苦啊，主人會仲艱苦啦，主人會仲艱苦啊。主人艱苦。很像土狗那樣。係啊，講到寵物都按你啦，跟你自家用解釋，假使自家寵物會離開嘅時間。哦，我就會老佢講啊，你喊你屍體以後吼。小馬雞咯，你自己自己寫。都懂好。嚇死人過來。你屍體以後吼，投胎吼，投胎轉世以後吼，託夢給你。都進來吼，總有一來。都向你，咪個來，叫佢，個向你。都做一擺愛嘅寵物，唔愛本人苦痛，跟你一樣很恐怖誒，還是比較好。愛親愛叫佢呢。係啊，不過嘅小鳳自家用來面對呢個問題。你較忙耳朵啦，忙肚肚，我也有，我叫佢哋較13歲，差唔多了。13歲其實呸，最多20歲就綁起。應該做的，因為其實我懂養，養10幾年了嘛。我忙着本身這個飯呀嘛，剛才全部本身吃掉，就為了人家唐人講按用可以比較好。不過再養也是20多年嘛。將來他講按摩的下課有冇？比如說爸爸酷酷咧，在家。我想酷酷，那好，帶你回去啊。不過兩下每張3歲，不過到時間會抵銀我的時間，就會抵有寵物離開，兩個我有蠻高級，蠻凶多哎，就是這個東西。其實會真人愛搞，因為爸爸酷酷嘞死掉了。沒人會搞，死掉是什麼？對啊，還沒想到啊。講到個寵物離開的時間，大家就會想到，假使寵物離開，會過血。
其他的宠物冇关权自家喂？唔会用咧，因为爱情好叫的啊。哦，头摆有死太高啊。你又叫他投胎来找你，你又说你不会。你他们用啥冇钱呐？係啊，你就嫌佢個頭台轉來，你又冇得跳，你自己有沒有錯啊？係啊，幾費勁哦。其實我自己是很依賴動物的人，因為其實佢每大部分愛動都安全感，所以我會再三考慮吧。小鳳哦，愛吃都沒好，熊沒好，東東也係學生階段學嘅寵物。後來出社會做條路啦，結婚有家庭，無限有啊出國寵物用㗎咋？係啊。不過現在東方邊有個寵物旅館，是啦，東東也寵物保姆。一開始吃到過，我可以給用實施，還係學生哎。係啊，以後還要我就要想清楚了，要考慮清楚，你係一個生命，不要因為自己臨時想要養，想愛休去青菜就攞去休等吼，因為寵物係判你一生，其實一生你就風險不你，係唔係？對不對？講得比較嚴重是這樣，10幾年來就這樣陪着你，只有你一個人，係唔係？自己。其實像我係看緣分，因為像我以前從細到大一直有學過嘅，不過都係人家問講，有營養冇？係呢你只叫冇人愛，做得學冇？佢說你這樣去學，我覺得就是佢緣分來了，你就做得，那係你有嘅能力就做得接受去照顧佢。出題了，因為寵物照護上有可能需要給他們大家有乜嘅意見哦，小鳳。我知道，我去評估講你嘅經濟問題，像我家有講我叫佢去看中醫說看藥，佢看一擺唔會便宜呢。係啊，對啊，咁貴呢？係啊，然後飼料講還有講，我為了怕它有淚腺，我較這塊嘛，我給它洗澡啊，去弄包包月，佢全部就會錢啊。人家是講，講我學叫佢來。結果洗身那錢又唔判得出啊，然後又冇得給洗身，飼料又設個氣唔好誒，尤其小型犬不給生飲食的東西，它壽命是會比較短的。係啊，又唔判得事前，然後你又要學，係嘛？那這樣子不是都糟蹋生命嗎？佢你最尾將會傾做一個結論好不好？用白來建議大家。我知道，從我這個是就是看待動物是很。應該講嘞嘛，雙保就是跟雙保一樣，所以修改細節是考慮清楚和負責任。對，但這件當重要。其實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們記得吼，你家從頭到尾講到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，寵物咩係一個生命，咩係一個活卡嘅，絕對唔好吼，因為自家想愛學。突然間好點點就學來，就攞佢莫睇，安尼真件都唔好。最尾我呼籲大家一個當沖嘅觀念就係講吼，認養就係以認養代替購買，這樣子就不會有撲殺，就不會有殺害嘛，係唔係？希望我哋大家會遵守呢個觀念哦，唔好唔記得哦。下禮拜強一個時節，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股，有花太打狗，張來聊聊，拜拜。